首期3萬，月供4999就可以入住湖心路嘅恒漁江山匯嘅呢一個小區咯。喂，到底堅定流啊？呢一個呢係我一個粉絲朋友呢私信嘅時候問我嘅，咁我只可以講呢，網上啲信息啊，真真假假就自行去判斷啦。亦都奉勸我啲同行呢，做人呢誠實少少啊，唔好亂咁嚟吹水。咁今日呢，既然粉絲朋友動到嘴啦，咁我就動下腿，再幫大家睇一睇恒漁江山匯嘅呢一個屋苑，由外及內咁樣帶大家詳細咁認識一下呢一個小區。上一期嘅視頻咧，我已經分析過我哋恒漁江山匯嘅佢嘅交通啊、醫療啊、教育啊同埋配套各方面嘅一個因素噶啦。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翻上一期嘅一個視頻。咁我呢一期咧，主要着重介紹佢呢個內部同埋佢嘅外部嘅一個環境。咁恒漁江山匯嘅呢一個小區咧，係位於我哋嘅湖心路嘅一個中段嘅一個位置嘅。咁隔離咧就係我哋嘅香海大橋，連接我哋嘅西區同埋市區一個主要嘅一個高速道路。咁確實咧係10零分鐘咧就可以翻到我哋嘅香洲嘅主城區。成個屋苑咧46萬平方，咁係整體嘅一個設計咧，係採用咗我哋嘅東南亞風情一個園林設計。咁佢園林入邊咧，亦都包括咗日本嘅呢個紅果冬青啦、棕櫚樹啦、黑刺啦、羅漢松啦等一啲名貴嘅一個花木嘅。確實園林嘅一個舒適度咧非常之高嘅，係一個度假同埋享受型嘅一個社區。咁佢外牆呢邊嘅一個設計咧，係採取咗呢一種嘅嗰個偏黃少少嘅呢一個。我哋嘅細條嘅一個瓷磚嘅一個存在，咁瓷磚呢樣嘢咧就比後期會比較考究我哋嘅物業嘅一個維修嘅一個水平，因為有可能會存在住跌毒嘅呢一個風險。咁屋苑從15年開盤之後到依家嚇，咁呢一期咧已經交開樓嘅咧入住率咧都幾高啦。咁講翻佢嘅一個外部嘅一個因素咧，咁項目嘅佢嘅南邊咧係有我哋一條村莊嘅一個存在嘅，有村屋㗎嚇。咁西邊咧係臨住我哋嘅湖心路嘅一個主幹道，咁項目嘅一個北面咧就一嚿空地嚟嘅，亦都係大門所對出去嘅呢一個地方啊，係待開發嘅一個用地。咁項目嘅一個東邊咧臨出去咧就係之前嘅我哋一個南尾嘅一個別墅湖中湖嘅一個別墅區喺呢一度。咁呢一個咧就佢嘅周邊嘅一個環境屬於一個禾稈冚珍珠內部嘅環境咧好靚仔，但出邊嘅一個環境咧係稍為欠缺少少嘅，唔係咁靚仔啦。咁江山匯嘅最大嘅賣點咧，就佢除咗佢呢一個46萬平方係一個大型嘅社區之後咧，確實佢園林嘅一個質素同埋包括埋佢呢一個1萬平方主要係活水湖，因為水期嗰啲景觀咧係比較考驗佢嘅一個物嘅一個管理水平嘅咁有啲湖咧，其實就真係如果你打理得唔夠好咧，係會有蚊蟲嘅一個滋生嘅。但係咧呢一度交樓咁多年啦，確實我依家喺呢度行咧，成個呢一個湖佢係冇任何一個異味嘅，因為咧佢採用嘅係呢一個活水湖嚟。夜晚呢個燈光打開之後咧，同埋個呢個噴水嘅噴水池開咗之後咧，非常之好睇嘅，靚仔嘅。所以咧其實佢呢一個小區咧亦都係比較接近我哋一個自然嘅，雖然係人造嘅一個景觀，但係佢成個呢一個小區嘅一個園林設計非常之舒服，多重嘅一個景觀嘅一個存在，春賞百花，秋賞月，春夏秋冬咧都有唔同嘅一個景色風景喺呢一度嘅。咁我吹水少少嘅叫做一半公園一半城啦。咁確實咧呢一個小區生活喺呢一度夜晚喺呢度跑下步、遛下狗同埋咧小朋友喺呢度遊玩一下咧，都非常之舒服、非常之舒適嘅一個小區。所以如果你叫我同佢嘅呢個園林去做一個評分咧，我會俾到佢90分嘅一個評分嘅呢一個質素。我個人真係非常之中意呢一度。咁當然啦，項目亦都係存在住佢不足嘅一個地方啦。周邊現階段嘅一個商業，包括佢門口嘅自己一個商場咧，嗰8萬平方嘅商場咧，都遲遲係未有開業嘅。所以咧，如果係話考慮入住呢一個片區咧，咁你就要對網購同埋要自己有架車仔咧先會比較方便嘅。咁同樣嘅，如果係話追求教育嘅一個質素，雖然佢現階段咧係屬於我哋省級嘅中學金豪中學，但係呢樣嘢因為畢竟離金豪中咧係一段距離，未來嘅一個分配上嚟講咧唔係咁穩定嘅，所以咧如果係話追求我哋嘅一個教育嘅一個質素上嚟講咧，就可能會略為欠缺少少。咁佢附近咧亦都係有我哋嘅白藤湖嘅一個中小學嘅一個存在嘅。咁項目咧依家喺度賣緊咧係前一排先加推嘅21座嘅，咁面積段咧有82平方嘅3房1衛，咁
咁89平方嘅3房2廁。咁呢兩個單位咧，缺點咧就係佢嘅廚房咧係略為細少少。咁因為係早期佈建嘅一個產品啦，所以佢嘅得房率上嚟講就略為輸蝕，唔係話咁高，大概85%到90%嘅呢個區間。賣得比較好咧，就佢嘅98平方同埋110平方嘅一個單位。現階段啊，嗱，記住啊，賣緊嘅嗰真實嘅價錢大概係12000到13000嘅呢個區間幅度嘅。咁佢呢一度嘅價錢咧，之前高峰期咧都係18900接近2萬嘅。咁舊年嘅時候咧都仲要去到15000幾16000嘅一個價錢，係連舊年春節前嘅時候咧先將價錢咧作咗一個調整嘅。咁確實咧係一個品質同埋一個享受型嘅一個社區，所以咧就自己掂量啦。嗱，確實咧園林嘅一個質素各方面嚟講咧都唔差，只不過就你需要考慮嘅可能就係你自己有冇咁嘅時間嚟享受嘅呢一種生活。所以成個呢一個偏度假型同埋品質型享受型嘅呢一個小區咧對於我哋個休閒度假同埋養老嘅朋友咧，可能會比較合適。咁如果話牛馬啦喎，咁就自行掂量啦。如果叫我自己同呢一個屋苑去評分咧，我會俾到佢80到82分嘅一個分數嘅。整體上嚟講，呢個小區我係比較中意嘅。好啦，如果有想了解詳細嘅一個戶型，需要戶型圖或者係話佢養板間嘅一個視頻相片嘅咧，可以下方聯繫我。